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万世。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看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溪。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早前的农业社会，挂稻是一件大代志，规半冬的辛苦，就是为着即季的收成。所以拄着挂稻的日子，规家伙仔拢爱总动员，连厝边隔壁嘛咧斗相共，放伴挂稻仔。不过，无闲是大人的代志，对囡仔人来讲，上重要的是有点心通食。阁会当看到伫外地转来斗骹手的亲人。稻田收割的季节又到了，爸妈总是从后壁田回家，在金色的后壁田间，有条细细弯弯的土埂，神秘连接着堤岸下方的公路。爸妈会从那里小心地跳下田里，在稻浪中摸索着道路回家。挂七仔的季节又搁到啊！阿爸母拢是对后壁田转来，伫黄莹莹的后壁田里，有一条弯弯翘翘的田花路，非常神秘，连去到布环卡的公路。阿爸母会对遐足细字跳入去田里，绕过一影一影的潮水，转来到厝。本县是云林西里农耕子地，因兜几落代人拢是做农，厝邻种几架田。自细汉就看伊的老爸老母无用咧做事，尤其每一冬的热人甲秋尾要挂稻仔的时，就是田里上无用的时阵。1970年代的农村，多数拢要是用人工布田挂稻仔，所以还阁是件小放伴，也就是田里的石头，大家互相轮流斗相共。人所讲的“济人济骹手，人多好办事”。恁爸要出门啊！这个茶挂去互伊。好，爸，茶互你。本贤啊，今仔是要挂咱田里的稻啊！你确定啊？食饭饱吼，暗时四界乱走哦，留伫厝边甲恁阿母斗骹手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当轮到本县因兜挂稻仔的时，透早因后爸文德就会使剃牛仔，后壁拖一台古早式的挂稻仔机，也就是一般所讲的机器桶去田林。迄个年代挂稻仔机已经无需要用人工去打骹打帮，是用摩打带动的。虽然加足省力，不过要整理对稻仔烫落来的稻壳是足辛苦的，因为稻壳有毛。有相当的刺激性。虽然本县的老爸用面巾甲头包甲目睭睭，不过规工落来，犹原感受会到稻毛的擦擦疼疼。农历11月初5这天是本县因兜要挂稻仔的日子。这个时间比起往年有较晚少看，
主要是因为热人的一场灾害。这一冬，本县还搁咧读小学。农历6月第2开的稻仔，才打播好无偌久，就拄到风台。阮爹啊，阮爹啊！阿福伯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哎呀啦，那落水溪做大水，啊下面的田吼，拢有水灌过啊啦。啊，赶紧去顺看卖，有要紧无啦？好，我随来。本县因兜的田挖伫大排水圳边啊，因为落水溪做大水，水圳的布花互大水冲一个放去，田林一大片打布好的稻仔，互土山嵌伫咧下面。无采遐稻啊啦，死了啊啦！拄着啊，无法度。好较早即马顶静还会付咧，即马较要紧的是甲大排放弃的布花补起来。这只布花看起来无算着咧，嘿，应该是较顶面去伫遐叫放弃啦。安尼我建议找人来斗相共。虽然放弃的布花是伫本县因田的水头，不过附近的厝边隔壁，大家要是拢出来斗相共，真紧就甲放弃的所在补起来。本县的老爸用几落工的时间，才甲嵌伫田里的土清掉，重新搁再整地补田，互即块的稻仔顺利生长，赶伫秋尾来收成。本县上爱家己的厝林挂稻仔，因老母会伫厝林准备点心，然后用本担装米糠，米糠一边放一点炒米粉，另外一边下一卡竹笋汤，顺4米巷仔路往挂稻仔的田林豆豆行去。路人老母就爱搁提醒本县行路较细腻的。本县行路唔通过爽，等下若踏着牛屎吼。看你要安怎？这袂咧，我有咧看。你若踏着牛屎吼，这是无水好互你洗脚哈。我知啦。迄个年代，家家户户拢要阁有饲牛。这条4米巷仔路是真侪饲牛的人兜牵牛去蒙阿埔食草咧行的路，所以沿路拢会当看到一步一步的牛屎摕伫路中。有时阵，两只牛伫这条4米巷仔相拄，互相看袂顺眼，就会相搭。有一摆，本县的因兜对面阿婆厝里迄只水牛港，甲隔壁因家职工的水牛相搭，结果牛角去交到牛片坑，牛片互坑扭一个离去，可见气力真正足大。本县的因老母话才讲煞无偌久，本县互背过野仔城着，一无注意，脚踏着牛车链行过的车沟，一时身躯动起平，尻川对坐伫牛屎顶面。哦，夭寿哦！我叫你行路爱看路，你着敢若顾佚佗。唉，即马尻川拢黏着牛屎啊啦！叫吵诶，要安怎了？两母仔囝已经行出庄头啊，若要翻头转去厝里换裤，就要阁了一寡时间。所以本县因老母只好甲竹箩放落来，甲本县扭去边仔的水沟啊，用水沟内面的水，甲本县裤顶悬目着的牛屎切掉，用水简单洗洗咧，听候转去才阁换。拢讲袂听，无用无功，阁掠一尾虫伫尻川猫。不是糖，是牛屎了。哎呦，哎，好啊啦，先安尼啦，转去再甲裤脱起来换啦。
苦担当就袂爽快。谁人叫你心肝放活我？行路唔好好啊行。本贤的老母担得鸾行伫头前，本贤对伫后面，两只手一直咧扭裤。我两个可真走路怪怪啦。卖啰嗦，紧行啦！老母唔管伊，继续行伊的路。总算来到本贤因兜的田林，本贤的老母先甲点心担来到布花顶的树仔骹，送落去对挂稻仔的众人大声吼：哎，大家休困咯，来食点心哦！喂，食点心诶，大家小休一下。本贤看到挂稻仔的众人行去哩布花顶，准备食点心。这时已经袂记哩裤澹去的无爽快啊！阿母，我嘛要食炒米粉。好啦，今晚互你放学好哦，唔通车倒去。本贤啊，你裤哪会澹落咯？吼，着够怪啊！叫伊莫哪行哪耍，拢讲袂听，骹踏着牛车沟，对牛屎甲坐落去，搁较规骹床屎啊！阿母用水沟的水甲我洗裤，害我规领裤澹鼓鼓。你搁加讲，我用水洗洗咧，是要放互臭姑姑哟。啊，若当哥哥无爽快吼，说不要疼苦咱。我才无爱，要烫你家己去烫。高囡啊！众人咧食点心的时阵，本贤老爸老母讲到今年稻仔收成的状况。这期的稻仔收成啥款啊？这一份地应该差不多会当收1000斤，咱这区应该有7000斤啊。哈，才7000斤尔哦。陆丁啊，恁这一分地会当收1000斤，算足好啊啦。听讲吼，大家当迄边的田吼，迄摆风台来饮着水，收成才有够济。今年恐惊歹过年咯。安尼7000斤会当赚偌济啊？以今年的计销来算，应该有14万块的收入，扣掉成本以后，大概会当赚5-6万块。5-6万哦。本贤因兜虽然是住正新户龄，毋过三个兄弟仔住做伙。本贤老爸本着的迄几间是竹边仔拼起的厝，毋是盖坚固。房间内面嘛无空阿门土，涂骹拢是绿果糜仔，所以有咧计划要欠钱还厝。咱住的迄几间厝骹尾，拢是竹边仔壁，遐济年啊，已经拢拗旧拗旧啊。即几栋跳出去的册仔收入累积起来，明年应该会当甲迄几间翻做红砖仔厝啊。唉，若莫迄摆风台做水灾，影响到田头稻仔的收成，要无今年应该会当收咧9000斤，加赚1万块，应该是无问题才对啊。稻仔挂好了后，要是会有一寡刺仔掉伫稻穗顶面拍无着，妈妈就叫本贤去斗捡。本贤啊，点心若食煞吼，去甲田林的稻穗捡咧。捡咧，要下点倒位？拢摕来下点加气桶边啊。好。
本贤啊虽然一日都印好，毋过并无专心咧捡，伊总是趁咧捡稻穗的机会，注意咧上看稻草边仔的四骹，抑阁有残缺内面的河流。嘿嘿，掠着一只。文德啊，咱即块地过年前用来种菜心，厝内粪应该有够压即窟田。好哦，咱今年有较打拼咧，安尼咱明年迄几间竹棚仔厝，就有希望会当翻做红砖仔厝咯。众人点心食煞，虽然落去田林继续挂稻啊。本贤的老母一面收碗箸，一面喊本贤啊。本贤啊，等好来转啊！本贤的老母担笨担、扛米篮，慢慢往厝林的方向行去。本贤啊，看到老母行山脚步，赶紧用走的伫后壁约。阿母，等我一下。嘿嘿，阿母你看，我掠着三尾河流。哟，有影哦！阿母，我甲你讲哦，这尾河流秘伫稻草内面，互我掠着。本贤啊，手里摕一个网仔，内面有三尾河流，佮几只四骹，对伫阿母后壁，行伫田花仔路，慢慢对庄林行转去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挂稻啊》是由王树图原作，罗家书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本贤啊，陈怡如演出；本贤的老爸张志宏演出；本贤的老母吴秋娜演出；阿福伯啊林瑞坤演出；永和伯啊郑良光演出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一句以前有一间三合院。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脚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去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第二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0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上咱专门去电台的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去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。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爽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。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烟闪闪，无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，美丽岛。
啊。